師傅啊，一般啲人咧都中意大場玩㗎嘛，係咪？咁力威咧，其實咧我覺得開咗18年㗎啦，係咪？咁其實力威係同一般嗰啲大場咩分別㗎？力威健身學院咧，同其他大場嘅分別咧，最緊要係因為你其他大場咧，啲人賣咗好多廣告啊，啲後生仔會覺得啊，嗰啲先係真正玩健身嘅地方啊。其實唔係，其實咧，好似我哋呢啲細型嘅健身學院咧，比較容易照顧到啲學員，同埋真正同佢訓練到咯。咦，咁胡師傅你嘅健身宗旨係啲咩咧？嗱，我嘅宗旨咧，最緊要係普及健身啦。首先多元化，多啲人可以玩到啦，甚至係中學生都可以玩到。因為外國其實已經中一二個個都玩緊嘅。咁啊，自然健身啦，千祈唔好用藥物啦去比賽啊，去傷害自己啊嗰啲，千祈唔好做啦。最緊要係配合平時自己嘅生活嚇。用玩健身嚟令到自己嘅生活更加健康。明白。係，師傅我聽講咧喺呢度咧喺呢度即係玩你一定要初初咧都有私人教練跟住，係咪？咁點解要咁樣咧？需要，因為點解咧？出邊好多咧就濫用私人教練，佢一開頭就話叫你買幾十堂教練啦，係揾一個係只係讀過幾個 course 嘅後生仔去跟住你，完全都冇經驗，只係希望你繼續買堂，不斷買堂，不斷買堂。但係我哋唔係，一嚟到咧，我哋第一堂就教 free weight 嘅，咁所以第一堂教 free weight，如果你唔跟住個教練嘅話咧，會有危險。咁所以頭3、2個禮拜咧，你梗係跟個教練去學識咗啲基本嘢先，起碼你基本嘢你要識自己照顧到自己，跟住我哋再成班教練一齊同你 train， 咁你就會事半功倍。係咁，師傅啊，咁呢度嘅教練同出邊啲教練有咩分別咧？呢個分別大好多啦，因為出邊個教練咧，佢除咗一定要追數，追個 quota 啦，同埋佢同你操嘅訓練嗰陣時咧係唔得，即係專業啊，因為佢為咗要不斷做數啊。但係我哋呢度唔係，我哋呢度係學師制、學徒制，每個教練都跟我出身，佢一定要有咁嘅水準。有咁嘅能力去同你 train 先可以收到你個 PT 錢嘅。咁加上我都喺度，變咗其實你唔係請一個教練，係我哋幾個人都去望住你嘅，所以個分別係爭好遠。係停啦。好，聽一聽先。